一定拢爱听入来伫咱这个停车场内底啦。这个需求对这个百姓应该是足好的，迄个愿望啊。那呢，今天至于说东桥这边的话，未来是一个发展很精进，然后呢是一个很头痛停车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这样子的小型的停车场，那解决一些停车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大部分都是空地啦，现在真的整理得很好啦。我就觉得这样子差很多了，因为这样子车辆比较不会乱停。那过去它其实是一个可能是长满杂草的一个空地。那经过我们盘整之后，你看跟周遭的一个景观去做结合，其实兼具停车又可以兼具跟民众周遭的一些景观，是一个休憩的一个好空间。未来在包括炮校路的迁移之后，那一块的区段征收开发起来，其实这一块可以说是永康的心脏，也是整个台南市的精华区。这一块的停车场的新建开辟成功，确实是这个地方居民的强烈的需求。在整个永康区来讲，整个停车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那今天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抛砖引玉，我们都有朝着立体停车场的方向来规划，那这样来满足我们地方民众的需求跟地方的建设。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云婷。永康区因人口持续增加，停车需求也相对提高。为解决永康东桥附近的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辟建东桥5路停车场，即日起至10月1日提供民众免费停车。东桥5路及东桥12街东侧大楼林立，有着小桥公园、大桥国中，还有正新建的市立总图，周边机能完善。东桥5路停车场麻雀虽小，但却对周边的停车问题带来大大的帮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交通局长王明德。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开箱我们东桥5路的新辟的小而美的停车场。那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东桥、大桥、文化区最近人口移入的情况非常的踊跃，造成这附近的生活机能已经逐渐形成，停车的需求也非常的殷切，所以交通局呢特别盘点了这个附近能够拿来作为停车场的用地呢，我们都来把它开辟。那这块地本来是建商要认养作为绿美化，那因为旁边已经有公园，所以我们由交通局呢就跟公务局来协调，把这块地辟建为一个小而美的停车场，可以提供68席的这个汽车停车格，还有51席的机车停车格以及13席的自行车停车格。这个停车场呢，这个即日起就开放。那我们在10月1号之后才会开始收费，10月1号以前就这个免费让大家来试停，希望能够为这个周遭的这个停车的问题呢带来一个有效的这个疏解的这个效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回了解。1、2、3，起哟！来这样了，东区复兴国小附设幼儿园17日上午有一场企业捐赠空气清净机的仪式。会有这场捐赠活动，是因为大成实业公司经过市员蔡王全的牵线，要来捐赠2台空气清净机，予复兴国小幼儿园，希望予幼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甲清气的空气，嘛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予更侪企业加入赞助的行列。我们的蔡议员呢，他都一直在议会呢，都一直咨询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共议题，空气污染这是公众议题，他一直也不断的努力，希望说要去改善。但是我想说，要改善空气品质呢，只能说刚好我有带这个东西刚好能回馈给学校让这些小朋友呢身体能更健康、更有活力家长也放心希望说能抛砖引玉，让社会希望更多的人士能参与这个公益活动。空气污染渐渐严重的现在，再加上秋冬季节在封闭的环境内底，更容易造成污染以及传染。大成实业捐赠这2套空气清净机，提供舒心健康的学习环境，和校方以及市员蔡王全拢相当的感谢。肺癌的罹患率，台南市一直是六都前2名。那以整体来讲，还是并列台北市第1。那女性的那个罹患肺癌率，尤其是2012到2017，
也现在要升到最高哈。那这个代表说空气真的值得我们关注哈。那尤其是小孩子，我们也是很担心他们的这个空气品质哈。那希望能够借有这样的一个捐赠抛砖引玉，一起来重视孩子的学习的空气环境。非常感谢我们蔡议员的热心教育哈，也关注我们的整个血统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品质。也感谢我们河传的董事长也特别对我们血统的环境的重视哈。那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的社会的一个企业团体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公部门的学习一个环境，也让我们的整个学生的一个健康呢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关照哈，让我们的学习品质更好。校长陈茂胜表示，这是企业有爱的关键，互复兴幼儿园学童远离病毒以及空气污染危害，互健康学习环境再升级。希望有更多企业拢会当加入守护学童健康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市长为了感念恒春工业祖先会对103年以来到今年9月已经探望弱势家庭983摆，资助超过294万的善行，所以特别到恒春宫颁发感谢状，肯定因长期以来协助弱势家庭度过难关的精神。咱的寺庙这个拢是来财源拢是来自信徒的现金寄付。会当甲即个现金寄付来做上好的即个使用，就是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人讲救人一命，胜造7级的浮屠吼。这会使讲有当时这3000块、6000块，拢总是即个救命钱，对着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发挥了非常大的帮助甲大爱。当然政府有社会福利。但是政府社会福利的这个规定有当时迄规定是死的，有的都伫咧差不多要符合无符合的这个边缘的时阵，就需要社会民间团体来帮忙。所以感谢恒春宫各位师兄师姐大德伫咱的地主委甲吴理事长的帮赞率领之下，会当互大家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得到这个即时的这个帮忙。那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社会，每个月都会到我们的那个社会局的一个专案那个库里面那个单亲家庭及我们的单亲老人、单亲儿少去他们做一个家庭访视那我们慈善会所有的志工及我们乡村宫这一边的志工都很努力，我们每个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都会去到每一个案家的家里面帮他们做一个访视做一个去拜访他们，看到底说里面有需要的什么一个物资啦，或者什么各方面的用品，那我们会跟社会局这一边做个配合给他们每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服务，包括他们一个吃的跟急需的用品。那我们每次去就是会给他们一个小小的一个零用钱，给他们去买一些家庭用品及我们的交给他们的一个水电费的部分。消息局表示，政府虽然有社会福利政策，不过依法规定比较较严格。虽然透过民间团体协助，得当弥补政府的不足。根据了解，目前祖先会每个月平均接受市府转介服务的个案都有22件，由政府甲民间合作来解决弱势困境。台南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2020台南文化季伫9月17日正式登场。这届以“此时彼时，文学流转”为主题，同时为了让更多民众参与，市府特别邀请文学以及音乐创作歌手许寒光担任年度文学大赛，伫宣传记者会上演唱伊的创作歌曲。庭内有树，藏于起舞，庭内有湖。文学季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活动越来越多，而且今年我们主要的方式不只是静态的展览，还有一些动态的活动的举办。那不仅邀请一些作家，更有一些设置的代言人，也可以有效的让不管是台南市民或者是来台南的人，甚至透过影音的方式，可以让全国的文学爱好者可以有更多接触文学
的机会。那透过代言人的这个代言，也可以，其实坦白讲，这不是一个行销而是一个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的一个推广活动。那对于台南文学季的这个知名度也好，爱好喜好程度也好，甚至它的一个底蕴也好，都有更多的认识跟体验。文化局表示，今年市府邀请各具特色的作家、歌手、编剧以及艺术家，以文学、音乐、摄影、舞蹈等多元面向为主题，要载予观众上精彩的内容。今年的文学季的系列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文学沙龙的部分，也会邀请很多知名的文学作家，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文学的分享。那包括像魏德胜导演的《台湾三部曲》的原著这个《岛风内海》的作者王家祥，那也都会来参与哦。那当然还有所谓的我们一些音乐跟文学的结合，譬如说我们新时代之歌的一个竞赛，那也进入了第5年，所以很多的民众都非常的喜爱我们的这些原创音乐跟文学结合的部分。文化局自2015年首度办理台南文学季，到现在已經邁入第6檔。往年攏會甲在地藝文團體以及特色商家合作推廣文學。主辦單位台南市文化局今年邀一寡濟店家參與，共同為台南寫下全新的文學篇章。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1809年地價稅雖然在1月才開徵，不過依照土地稅法第41條的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該在開徵40天前提出是不是使用自用主體。因為地價稅一般是採用累進稅率來扣稅，稅率對10%到55%。不過如果民眾使用自用主體，只有扣2%，相差至少4倍。呼籲民眾把握9月22日最後的申請期限。我們這個地價稅11月要開徵了哈，那跟大家跟息息相關，最主要就是有關於自用住宅用地的減免哈，因為這個稅率差很大哦，可以差4倍。那當然，這有一個申請的一個很重要的期限，就是在9月22號，哦，所以說您假如還沒有申請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申請的台南市民朋友們，請你們要記得要在9月22號，就是下個禮拜2之前，你們要填寫申請書，然後我們核定後，那從今年開始，你的那個地價稅就可以適用2%的優惠稅率，而且今年申請以後，經核定後，以後的年度，只要你沒有那個戶籍遷出等等出租營業的這些條件的話，以後也都不用再申請了。除了申請有一定的期限，另外土地所有權人嘛要符合3個要件跟2個限制。它的資格限制，那我們當然第一個就是這個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直系親屬與當地要設立戶籍哦，戶籍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在這土地上的房子的話，也是要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所有。所以直系親屬就是我們講的，你的爸爸媽媽或者你的岳父岳母或者是你的孫子等等，這是直系親屬。那第3個就是說，還要沒有出租、沒有營業，這是要3個要件。那當然有所限制，就是面積的限制啦哈。那都市土地是300平方公尺，非都市土地是700平方公尺。另外還有就是你配偶，還有未成年子女，這些受撫養未成年子女，我們只限1處。至於申請的管道，民眾會用到財稅局的5個分局，或者是幾個地政事務所、監理站等地點跨區的專功能稅務櫃台來辦理，或者是到財政部的稅務入口網站，甲郵寄申請書攏會用來辦理。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店市有一个农特产品，为了拓展无同的消费族群，持续甲电商平台合作。这回乱叫选择伫购物中心的平台上架，特别现在是文旦的产季，所以首次买下零计量冠军文旦，将上青的水果上网来满足中秋送礼需求。市场表示，今年文旦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差不多拢卖完，已经开始出红文旦。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次都有具备。天时是因为我们的节气，麻豆今年的产销节气离中秋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慢慢卖，慢慢销，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那这样子可以让文旦产销畅旺。地利是因为我们原本台南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文旦产区，也是产量最多的，那今年的品质也是很好。人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销售通路，因为主政者的用心，农委会、还有麻豆农会，还有市政府农业局大家用心，能够打开加拿大多伦多的通路，打开日本的通路，打开这个香港、澳门的通路，打开新加坡的通路，所以今年的通路非常多元，而且也蛮平顺的。所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条件下，我相信今年又天候也许可，也没有大台风，这一点也非常谢谢老天了哈。那所以说，今年来到这个第一次跟南纺梦时代合作，我们希望说能够打开佳机，为未来的许多台南优良的农特产品能够打开这个通路。除了文旦，这些台南农特产品其实伫网络的销售嘛拢是强滚。会中市长嘛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南纺100严选平台来选买，伫厝轻松落单，得当送到位。你想想看，许许多多好的这个台南的农特产品，海外的人、北部的人都能吃到了，那我们南部人更应该可以吃到。所谓地产地销，何必北漂？我们自己的优良优质的农特产品，自己可以销售了完，自己可以吃得到最好的，那何必要再飘到国外？何必要飘到北部去呢？当然，这个是有点那个啦，因为我们很多观光客，很多台南的农特产品产量本来就又多，那又好，所以我还是很诚恳的期待各位好朋友，不管是北部的、中部的，这个内部的、外部的、国外的、国内的，大家都来选购优良的农特产品。市场会后嘛一一试食，协助这些农会甲社区的农特产品来行销，成为最佳代言人。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麻豆商圈文化观光发展协会趁文旦淡出的季节，为了拼观光，结合当地20几间店家来共同办理麻豆文旦节。上午伫金华局区长甲一个民代合作，来到充满手工加味芳的餐厅，共同来推荐19号上午将伫麻豆公11公园盛大登场。区长带头邀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带动商圈的闹热甲发展。而且同工也有机会抽50寸电视顶金额超过10万块的礼品。因为我们这边麻豆就是比较有特色，就是3月有一个柚花香，那过来就是我们的8、9月就是有一个文旦季节，外地的民众会进来采买柚子，或者是说3月的时候闻这个柚花香，那所以说借着这个特色，那能够让民众能够进来能够就是采买我们这边的一些当地的一些东西，让就是提振我们这边商圈的大家店家的一些生意这样子。商圈表示，今年麻豆文旦热销，所以文旦节主打在地特色，除了结合有文旦芳的蛋挞顶糕饼点心，有上下味的肉片，嘛要首次办理背油仔比赛甲碗粿大胃王。同时，嘛要互咱购物更健康的有缘商圈响应，相当使人期待。我们举办了有那个假碗粿的大胃王比赛，还有剥柚子比赛，然后甚至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那个文旦 DIY 可以做一些那个公仔或者一些装饰。当然呢，之后文旦是可以吃掉的。那借这个机会可以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麻豆有碗粿，有文旦的一些特色。当然比赛过程中不是一直吃，可能我们也请他
我们会介绍一些我们麻豆碗粿的一些特色，还有文旦的一些由来跟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这样子。麻豆又飘香。今日新闻编辑郭国义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齿颚矫正科刘依华医师表示，一般小朋友的换喙齿时间大约是6岁、7岁开始，一直到10岁、12岁时，最后一期的乳臼齿嘛会替换完成。不过如果乳牙一直无力，医师建议上好也是做进一步的检查，有可能是恒牙先天的缺牙，或者是阻生齿无法度生出来。如果发现到说，有真的确诊说是先天缺牙，或者是有阻生齿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先了解病因。然后，如果阻生齿是因为有一些齿瘤啊、多生牙的状况，那我们把病因去除之后，它还是没办法自然萌出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利用就是翻瓣手术的部分，利用配合矫正，然后是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它拉出来。如果它的条件不是很好，那也有可能是可以选择就是或者不适合把它拉出来的话，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利用就是翻瓣手术把它拔除。但是如果是先天缺牙的话，我们要看一下缺牙的情形，那缺牙的数目。原则上，如果是刚好牙齿比较拥挤，然后经过评估你可能需要一些空间的话，也可以考虑把这个缝隙利用矫正把它关闭。但是如果缺牙数目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要也可能就只是关闭部分的缺牙空间，然后剩余的缺牙空间是利用可能假牙或者是植牙把它复形。那当然如果你乳牙条件不错的话，那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就是把牙齿排列好，乳牙尽量做一个保留。那等到它日后脱落的时候，还是以假牙跟植牙来复形。刘依华医师也以2个案例，其中一名19岁的患者，一直到成年佮保留3期的乳齿。后来经过检查，诊断是恒牙先天缺牙，后来接受全口的矫正，调整分配缺牙的空间，并且合并植牙重建，才改正伊正常的咬合。另外一名9岁因为左侧门齿的恒牙一直无发出来，后来检查，因为一期多生牙的阻挡，后来经过矫正才扭出来。医师建议，一般换喙齿拢是左右对称。如果发现对侧牙超过6个月无发出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会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